哇！今日好熱啊！作為教車師傅咧，我咧最怕遇到一種學生嘅，因為嗰種學生咧會令到我嘅生存空間咧減少咗嘅。咁啊，嗰種學生咩學生咧？就係會睇熟呢本書學生，道路使用者守則，同埋亦都會睇熟呢本書嘅駕駛考試組、駕駛教師手冊、私家車及輕型貨車呢本書。咁啊，呢兩本書都費事多講啦，因為喺好多片集裏邊咧都講咗好多次啦。咁啊，其實道路使用者守則首先講呢本啦，喺入邊嘅第5章嗰度，你揭開入邊啦，喺你哋嘅page 2，即係第2頁嗰度啦。咁啊，第5章咧佢又咁寫喎，所有駕駛人須知，本章自成一篇，所有駕駛人，包括電單車及機動3輛車駕駛人都應閱讀。本章描述多種交通情況和道路設施，並提供安全駕駛的規則和指示。學習駕駛人須在筆試和實際駕駛考試路試中證明具有的知識和認識，大多可在本章學到。咁啊，你自己理解下啦嚇。但係一般人咧都會睇到咧，並提供安全駕駛的規則和指示咧，跟住之後嗰啲字係睇唔到噶啦。其實後邊咧講緊學習駕駛人需要學嘅知識咧，喺入邊睇到，喺筆試同埋路試嘅知識都喺入邊睇到噶啦。咁啊，但係呢本書就特別啲嘅，呢本書佢只會講啱嘅動作，點樣做為之啱，同呢本唔同喎。呢本咧會有啲咧講咗咧錯嘅動作嘅。咁啊！而家好多學習駕駛者咧嚟到咧就好着緊咧自己做錯咗啲咩動作嘅。咁啊，其實呢本書咪啱睇咯。咁好多時咧我入邊咧有講到轉彎犯錯喎。喺第19頁啦，會講到右轉點解會犯錯。第17頁咧就講到左轉點解會犯錯。呢本書入邊有講過嘅。咁但係有人特別，呢本駕駛教師手冊、私家車及輕型貨車呢本嘢咧，同呢本嘢咧入邊有少少內容係唔相同嘅。咁你哋自己中意啦，你中意跟呢本咪跟呢本啦，跟呢本咪跟呢本啦。但係我嘅提議啊，係跟呢本最穩陣，因為呢本真係真正係一本有法例指引嘅書嚟嘅。就係咁啦，見唔見到？呢本係一本有法例指引嘅書嚟嘅。咁呢本你話有冇法例指引咧？咁啊，好老實，我就仲未知啦嚇。但係淨係可以肯定到咧，係運輸署出嘅，俾教車師傅用嘅。入邊有詳列到教車師傅要教啲學生乜嘢嘅。但係好老實啦，入邊好多內容咧，我相信教車師傅咧係唔會教學生㗎，唔係唔想教啊，係啲學生唔想學㗎。因為入邊有好多內容咧，同你哋考路試係完全冇關嘅。係對於教車師傅先有關嘅，所以我作為教車師傅，我最怕學生睇呢兩本書，因為當你睇咗呢兩本書咧，慘啦，我嘅生存空間細咗啦。因為大部分睇得明呢兩本書嘅人啊，佢1日至2日就會知道晒自己考試要做啲咩動作啦，同埋點樣做為之合格嘅。咁呢本特別啲，呢本咧就會講埋有啲動作咧，你點樣做為之犯錯嘅？因為入邊係寫到明犯錯2個字嘅，咁樣咯。但係就唔及呢本詳細。咁你哋中意睇邊本，你哋自己決定啦。OK， 好冇？咁啊，我出呢條片嗰時咧，我係會過緊一個熱辣辣嘅聖誕，但係而家我係一個熱辣辣嘅夏天影呢段片。最衰教車師傅就係我啦，我只會教你哋點樣去考試。你哋嚟學考試，我就教你點樣考試；你哋嚟學揸車，我就教你點樣揸車。你哋自己中意。